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美珍。今日有请到台飞地图共同关心讨论话题哦，是行政院来提出来种个劳农津贴签行条例的修正案哦。讲一下呢，两劳农津贴的投保年资呢，农保投保年资，由以下的6个月提高到15年哦。主要是因为呢，一种去年8月份时节，监察院哦对咱农费提出纠正哦，讲一种两劳农津贴的部分哦，加农民强多的，尤其是劳农津贴的。经费呢，占的农业费1年的总预算，进高时来到70%哈，以下也有超过50%按多了哈。故说讲，那劳农津贴降太强多了农业费预算，故说青岛政府没办法来推动哈。故说咧，行政院农业费是提出来修正案，照了修正案行的话，1年做上下6亿5千万经费，做了种产业嘅。斧头韩国农业转型等等政策哈，对咱农业发展是有帮助的哦。不过呢种修正案的丰议案送到立法院时间，他输到青岛的立委嘅无享有意见啦哈。主要呢种农业农民福利嘅签行条例呢，从民国84年5月初一呢推动到了哈，签时推行也有19年按计的啦哈。那期间呢经过400个选举，大摆选举都加1000块，故说从一开始的3000元已经变到7000元哈。今年也系选举年7合也太选举哦，系唔系呢？就修正呢有办法都今年来通过，也系讲拄到选举有政治因素影响呢，就修正案嘅推动来实行来上，今比有抢到政府部门还个涉及到农村来做事来观察农村嘅一条后生嘅农民呢来共同参加讨论。马上介绍嘅现场来宾，第一个呢系你行政院农业费嘅副主委胡新华胡副主委，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第一个来宾呢是本身学都市计划，但是转到农村来观察农村做农，因为运通青岛年嘅来自你闽农农村田野协会嘅总干事文忠良，忠良好。各位乡亲大家平安，我是忠良，来自南台湾的闽农。好，第三个来宾呢是学那种城乡规划啦哈，那种几多宜兰推动那种农体规划哈，都作为10年哈。但是因为那种这么作为10年推动下去哦，去经常出现很多问题哈。故说呢，佢去年离开了学术嘅研究单位，实际来到宜兰哈，来做那种农业嘅生产，都来发现一下，都带来农业问题到哪里哈。这是200甲友善耕作发起人杨文全杨先生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200甲发起人杨文全。好，第4个来宾呢，系你热情后生的谢阿姐哈。今年才到研究所的时间呢，系突然农业农体的相关政策，到硕士3年生的时间呢，隔天呢。不用下笔，拿起脚头去都种下来耕田种田哈。佢开始耕田时间呢，因为做青岛那种艰苦的事情哈，说从头去都给他按不头哦，去都给他填棚什么太高哈，那哭了很多趟，然后但是还是决定要继续务农的啊。有田永宇工作室负责人吴嘉玲，吴小姐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像你先来看一下啊，都在讲那种劳农津贴给他抢粮的资格很样板去，怎么该有按照加农民哈，下面在资格上限制出来问题哈。以下你个劳农津贴的抢粮资格呢，其实主要年满65岁以上，韩国人嘅农保满6张月以上呢，是做在2张月7000元，两到高升为止啦哈。你喺目前你可能都系做劳农津贴抢粮的资格系按样去哈。好，头下看到那种两劳农津贴的资格其实非常的用啦哈。故说生产青岛的问题，不然讲到清严重来看下，那个问题哪点呢？看到的係呢，你嗰種耕種面積的話，只有1分的話是做得嚟做的哈。另外，佢投保只有6張嘢是做得嚟。故說呢，啊出現到84歲嘅老人家還去投保，講做係農民哈，啊投保滿6張嘢以後呢，是做得嚟2種老人。嗰種勞農津貼1張月都係2700元啦哈。故說呢，呢部分呢，還有人講那種還有排付條款哈，15年以後還沒辦法量。這個就算保農保15年，但是你可能有農車啦，有農沙啊哈，超過500萬的話，在鄉下很多人其實也許有個農舍，這個就會超過500萬哈。所以你假設有500萬農沙的話，也會進入排付條款，沒有辦法來清零哈。故說呢，這個列到
签行的条例呢，当时是一个暂行条例，它也暂时了19年了哦。到底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我想，先看一段这个影片啦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朝野立委会对于这样的一个修正案有这么多的讨论，正反双方的意见到底在哪里，症结在哪里？看完影片，我们继续讨论。80岁到89岁还要加入农民，农委会按照一个严格的限制劳动年金强量的资格，要从以下满65岁，保农保60年以上就做得量的规定，延长到满15年将做得量，引起朝野的争议。参加农保15年的话，那事实上他恐怕要等到80岁啊，才能够领取保险等同于老农的津贴。这个是坑杀老农的条款。老农津贴也推动这么久了，怎么可能现在80岁到89岁的每年竟然还有200人加入农保，甚至94岁才开始当农民？像这些就是摆明的就是假农民嘛。农委会一年有900亿的预算，劳动年金就花将近500亿。同时，一下实际做农的，他又有50万户，一年撒有140万人保农保。故说农委会主委陈宝基就当关键要提高限制，才唔会金额金太宽。面对未来加入的15年以后，他就可以领老农福利津贴。那这个是对于长期从农、实际务农的农民们，完全没有影响。过去监委嘛，记下巴提出纠正讲，劳动津贴对84年是10到以下，经过记下巴的审计，津贴对最早的1张月3000元增加到以下1张月要7000元，发的钱对1年124到以下1年要将近500亿，占农委会年度预算的70%。如果按样来做，将做的实际照顾到长期做农的农民，修法以前有很多问题要先讲清楚。刚刚新闻影片里面有很多的立委骂得很大声，说这个84岁啊，这90几岁还能够投保当农民，只要投保6个月就开始领7000块啊。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来厘清一下。其实呢，这个老农津贴它应该算是一种福利政策吧？那可是它是用按照农保的投保年资来计算这请领老农津贴这个资格，可是农保是属于社会保险这一块，所以说我们把社会保险跟社会福利这两个东西挂钩在一起，才会因为这个暂行条例19年来产生很多问题，现在尾大不掉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副主委，就是说，究竟这种假农民，就是所谓的非实质务农者了哈，就是说，有没有办法把他们稽查出来？那明显不合理的，为什么他申请的时候不能够在申请阶段就挡下来？老农福利津贴，我们本来的目的是希望说，农民呢，因为长时间的奉献也非常的辛苦。那他经过从农以后，到了65岁，我们发现，他没有老年的一个照顾的给付，所以才有一个暂行的条例，希望他65岁以后，然后来给他一些帮忙。可是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你人到老了以后再去做农，我来给你津贴，不是这样，而是农民做到老的时候给你一个津贴。那刚才也提到说一些审查的机制。审查机制呢，过去是没有，因为他是希望他证明他是农民，所以他是到农会参加农保以后就认定他是农民。可是这个时间上面就很多啦，没有错，就时间上面保6个月，其实应该是说要保护是资深的农民，如果他长期务农，他应该是资深的农民，而不是看年纪嘛。像94岁加入6个月也可以，那他虽然是年纪很大，他是不是农民嘛？对，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正它的目的。是，所以我们这次修正老农福利津贴，它这个暂行这个条例，一个是把它从6个月的资格改到15年。是，我们认为说，你起码也跟劳工一样做15年，15年的话，65岁其实是50岁才开始，到65岁，那更早当然一定没有问题。那这是一个我们改革的重点。另外有一个改革的重点呢，希望做改变的，就是说有一些他领了老农津贴以后，他已经不务农了，然后又长期住在国外，领我们这边国家给的这个津贴，就在国内要实质居住的这个对这个我们也给你在限制。我们希望他每年你最少要有一半的时间，连续3年都有180天了住在国内，这样的话就符合这个条件。就还是要回归到公平正义这件事情了哈。但是我想，这是农委会他要推动这个修正案的一个本意啊。但是一般农民又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我们先听听看，一般农民他们心里面对这个修正案想法是什么？为做70年啊，到今嘛还未了老农的嘛真济，了老农民间这个吼，伊落去调查的是无正式就落去调查。当然，一般得看资面尔，看你的资面哦，你即摆你现做是你就分什么保，你若分农保为准，你若其他的保就无啊，就放弃啊。你其他的保你是人其他的保是提
下早人优先就有这保啊咧，啊你农保是上买啊，才有去创这农保。因为我们现在是以法阿法就是定说你今天是实际上拥有土地的人才有那个，像赖清松他可能没有土地，所以他今天就是以法就不合了。可是因为跟股农身份已经冇诶，个一般的地主来讲啊吼，伊就会填实际本人讲，可是伊嘛冇愿意讲，伊用公正的方式讲啊，体内实际不要跟人来讲，所以目前来担心一个问题，减少加农民的部分啊吼。由6个月改到15年来改按同一个想法，可是嘛又改到真正的农民，因为本身都开始就冇田，可是伊嘛讲田讲的声音，可是伊也冇办法上诉啊，该7000元的部分，所以讲真实的农民啊哈，按到底要拥有农地，也讲伊实际有从事农业的认证，目前来讲真是非常的困难。你可以从其他的农产品，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呢，一个运输的行业哈，来引提以后面实际有从事农业工作。今天如果要遏制说这些不是真正的农民的话，我感觉是说我们用农地来控制。第一个就是我们严格执行说农地怎么农用哦，你变更农业使用了，就要说什么扣税方面。再过来就是说，你农地为什么会炒作？我今天买了，明天就能卖掉，甚至还没购完了就卖掉了。你就把这农地要农用啊，农用一定是长期的投资，不可能短期之内我就不从农了。今日安逸之间农非然都非常难哦，莫讲该两农年金，你莫确实讲有种下确实像这种的港农多这种的没法度了。农业推广的工作，以及产销的这些补贴，还有我们的农路的修缮改善，都受到排挤。好，其实民众意见各样啦，但是这个要调查是讲农业这要调查是讲有64.5%嘅民众係贊成啦勞農津貼嘅修正方案，因為講啦自己來做修正，做符合來做公平正義。那我想問一下我們這個200甲的這位楊先，就是說，那到底這個真假農民，你覺得要用什麼樣去判定呢？因為現在顯然是用農地嘛，哈，那你譬如至少要持有1分這樣子，那說。那到底是要有農地就可以享有這農保資格，還是說它事實上是應該去實際務農去做實地的現場的這勘察才能夠認定呢？您？我覺得當然是實際務農的。我想這件事情應該是大家都有共識啦。好，那只是說我也很好奇說，我們在地方上耕作，誰在哪一塊田是誰在耕作，都很清楚啊。可是為什麼？農委會從上而下的時候就摸不清楚了。那我們的政府現在要找一個人是很快的，好，要確定一個人在做什麼都很快啊。這個國家系統是很厲害的。可是為什麼在確定農民的身份這件事情上面卻是這麼的困難？好，我想這個應該不是確定農民身份的問題這麼單純而已啦。好，那我想問一下吳嘉玲，就是說。您也在種田，您的農地是租來的嗎？對，都是租來的，都租。那有去公證嗎？沒有，因為其實農村的老人家，他對於這樣的契約的東西其實是很反感的，因為他們大多數的老人家，這些老地主其實是可能是跟着有期田或工地放領這些政策，然後才拿到土地的，所以他們對於這樣的白紙黑字的東西，他會很害怕。他的地就變成你的了。對，他擔心說哪天政府的政策又一轉向，那可能地又不是自己的了。是，所以他對這樣的東西是很反感，甚至就是我跟我地主稍微提過這個事情，他就說啊，迄不好啦，迄不好，因為咱公共的好。所以你也沒辦法透過說這個租賃，然後透過公證，然後證實你的確有租地來實際務農而取得農保。對，沒辦法，也沒辦法。好，那這樣也沒辦法，那樣沒辦法。那仲良呢？你在農村看這個，就說。其實有很多是雇農或佃農，其實雇農在民國90年已經被排除了，但是有很多人他可能實際務農，但是他沒有農地，他就無法享有農保。當然他可能年紀也很大了，他務農時間也很長了，他無法享有這樣一個社會福利。今天我們在談一個農地活用過程裡面，就是很多人都非常願意，尤其現在很多人就是當他可能只是50幾歲、60幾歲退休以後，可是離我們平均壽命80幾歲還有20幾年要活，但是他可能很願意在人生最後階段，在土地上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他想從農。那這樣子的人，他願意下去的時候，那他可不可以去享受這樣的一個津貼？那如果我們就說把這個津貼當成是說，是這一些願意就是
年老从农的人，然后呢，他可能先从事一些低阶的那个杂粮耕作，但是呢，可以促成我们的土地活化使用。那我们把这7000块当成是环境补贴的那样的一个定位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但我觉得前提是我们先确定，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津贴到底我们的定位是要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好，我想其实，在民国这个84年推动这个暂行条例的时候，当时应该它既然是暂行条例，它可能就会有个落日的时间，就说过去我们可能是这农业这个辅导，就是牺牲农业去发展工商业，等于说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下，或许真的就是说对于农民相对弱势，在整个社会环境发展下，需要给予一些福利性质的补贴，但是经过了19年了，它要不要落日，或者说？因此产生很多的问题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参加农保真的好处多多，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去买1分地啊，然后享有农保去投保，然后将来65岁以后还可以领个7000块，因为农保每个月的保费只要70几块啊，大概是78块左右这样子。那他还可以享有什么农业的什么低利贷款，农会低利贷款只有1.5%的利率哦，非常非常的低哦。那65岁以后还有7000块的这个津贴哦，那只能说台湾老人的福利真的也很差，使得这个好像是变成一个巧门。有意的人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可以去走的一个方向。那我想请问一下副主委说，这个问题其实农委会应该看到了很多年，也看清楚了很多年，但因为经过很多次的选举，这一次有办法贯彻这样一个修正案吗？确实有少数的，他还是没有办法申请到。如果没有农地，别人不愿意跟他签约的话，他就比较有困难。这也是其实我们对于过去的概念是把整个的做农业就跟土地做一个依附，就变成这是直接依附在这个上面。可是现在农业的范围越来越大。对，我们刚才讲，说不定它不一定是直接生产，可是，在农业的行业中间还有很多加值的工作，怎么样让它的品质更好，这些其实都是。对，其实我看你们这个农保的这个资格里面，譬如说他是受雇于农林牧场的员工，他也可以加入农保，对，或者说他在做农业推广的也可以加入农保，所以不见得是实际务农农民，就是跟农业周边有相关的雇员也可以加入农保。其实这是农业的概念呢，必须要把这个农业整个的价值的饼做大，这样才能够回馈到这个农民的身上。所以你们认为的假农民好像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你们觉得说这个加入农保还有这些农林牧场里面的员工，还有这些做农业推广的这些员工，但是实际务农又觉得说，就是那些种一辈子的老农民，他没有田，他就没有地，他就不能加入农保啊。这个也有2个方面来说。那刚才也有提到说，我电视里面提到，我们是不是很多农民已经做了很多年，然后发现后来没有这些老农津贴？当然，或许这个政府在各方面宣导不够，因为你既然做农不管是受雇或者是有农地，应该可以去参加农保。那农保到现在已经非常多年，即使老农津贴也到20年了，所以应该讲起来，如果你做了这么久，应该可以申请，应该可以领到。那我不知道这个中间这个环节中间什么地方应该要做补强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觉得做农业应该将来应该要纳入农保，应该不只是说农地这一块，然后其他的，因为其他的证明也应该来考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现在政府方面一起投入，就是地方政府也投入跟农会一起来做审查。有政府这个公部门能做一些审查，那这个把关了以后，确实有一些效果，让他这些人会降低。所以等于说现在开始要投入这个已经做了，已经开始做了。那我们要不要溯及既往呢？那个不溯及既往的话，那个像那个。我们就有农民告诉我们记者说，那个医生娘还很年轻买了一块地在那边，他去申请农保，然后等着65岁就要领老农年金了。如果你不溯及既往的话，你说1年要省下6亿5千万是怎样？用人口的自然死亡率去推估那一年6亿5千万吗？现在我们的做法上面，当然加上公部门来审查，我们要求要落实这些审查。一个是加入农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呢，每4年要办一次清查。另外一个就是4年有一次清查，因为他选举到了要确实农会选举，你一定要有这个农民的资格审查。还有一个，我们另外设了一个关卡，64岁的时候，我们再查一次有没有在做，否则的话你没有的话就把它排除。我们也发现确实有效，我们排除了好几百人呢，这个他领老农津贴的一个资格。还有一点呢，刚才提到的，到底我们老农津贴这个政策
到底怎么样？那我们其实经过很多的评估，老农津贴第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平性没有，公平性没有。但做6个月的跟做30年的为什么一样？一样都领7000块，这样公平合理性不对，合理不？这到底合理不合理呢？为什么你对农业的贡献各方面不一样？还有一点，我们觉得老农津贴现在的制度你不改它，对于整个政策的引导是不对的。譬如说这种是一种间接的鼓励大家退休了以后来做农，我到65岁或者将近65来做农，这样子造成我们农业的结构年龄结构偏高。刚刚我们的副主委也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这个农会每4年要改选一次，所以他每4年就要清查一下，到底这个农会会员或农保资格人到底有多少。可是就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农会呢，譬如说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假农民啊。这个台南有6个农会诈贷了18亿哦，这些假农民有什么医生啊、有教师、警察等等，都用这个低利的这个农会的贷款哦，被查出来有这中共1100多个人涉案，诈贷了18亿。那在今年的3月份呢，今年的4月份呢，在三峡呢也有这假农民哦，就是说去山上买一块农地当起假农民，然后加入农保，用比较低的保费，只要1个月78块，马上。6个月之后，他满65岁就可以领1个月7000块，所以假农民跟农会之间这种属于社团法人没有公权力介入，的确产生很大问题。来看看究竟除了这农会的会员之外，非会员要加入农保资格又是什么？来看一下哈。好，只要是这个年满15岁以上呢，那连续经营农业满1年哦，那这个每年实际工作农业时间有90天以上，那等等哦，那譬如说还有这个自有或承租面积要到0.2公顷以上，从事农业生产等等哦，这样就可以加入非会员的方式来加入农会哦。中粮，唔都农村带研究，那农非非研，做感应农播，做我们的感应农播，这中间的那个窍门或者说那个很细微的运作到底是在哪里？嘿，你公仆们记得都潘公是想唔到哎。我们如果从那种就是农会的选举逻辑上面来看，就是说。我们常会发现，就是说，如果对于我选举有利的时候，哈，有些农户里面，如果他所持有土地面积够大的时候，我有可能是一户农户可以拆3到4户的，那我就变成3到4票了。哦，透过农地的分割，就把原本的一户变成好几户。对，只有我面积够嘛。比如说我家里面自有面积，我持有超过1甲的话，那你现在平均如果说每户只要2分就可以的话，那我就可以拆成5户了嘛。好，这是一种就是选举逻辑的一个操作。那另外一种就是我曾经在南部看到有另外一个地方的那个农会选举的一个特例是，他为了巩固他自己内部的那个派系的那个选举优势，所以他故意不让某一些人加入那个农会。好，也是有这样一个状况。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因为选举考量的时候，结果反而是他其实反而是强害了一些，就是身为一个农民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跟资格哈，那其实会是有这个问题的。那我想问一下嘉玲，就是说，这是一个制度一个结构问题。那你现在是一个新进的实职的务农的人嘛哈，你会想要加入农会吗？因为透过加入农会，你可以得到比较多的保障，甚至是像青年有这个1.5%低利贷款，对你来讲要购买农机具啊，这些其实或购买肥料啊，有机肥料也是很大很大的帮助。你会想要透过加入农会会员而享有这些政府给予的优惠的一些贷款，或者说享有一些应得的权利义务相对应的这些东西，你会想要吗？会啊，因为我已经有实际在务农，那如果有一些政策可以帮助到我，可以让我务农更顺利的话，其实是蛮乐意可以加入的。那可是你现在有办法加入吗？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租地的时候没办法取得租赁契约。是。那变成说我要透过租赁契约才能证明说我耕地。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传统农村里面显然是不可行的，要透过这个契约去公证，然后证明我是农民。那我觉得就现在的台湾农村的状况，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这个年轻人这个人有务农，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种方式可以去证明这个人务农，比如说他实际有耕作，然后有产出，那可能说，用销售的方式，或者说有一些既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证明这个人务农。所以等于说，现在目前这个非农会会员加入农保资格这个配套对你来讲是帮不上嘛？譬如说这个自有或承租面积0.2公顷以上，你有3.6甲嘛，哈，对，绝对超过0.2公顷，而且你有实际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你没有办法拿到那个
白纸黑字的租约，对，所以这个配套对你来讲用不上。对，现行的这个规定其实不太符合现状，就是现在的农村其实老地主不愿意跟承租土地的人签订契约，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群人有没有种田，那其实很不 OK。然后加上现在有很多那个农业的补贴，其实对地主补贴，可是实际耕种的人其实得不到这些补贴。比如说台风来了，我那个农产品受损了，可是灾害补贴是补给地主，不是补给农民。那农民就是眼巴巴看那个补贴，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那杨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通案？它必须要怎么样去处理，或农政单位怎样去面对，会是一个比较积极、开放、有效的？我觉得农政单位如果真的很重视新的年轻农夫加入，他应该要主动接触，然后因为都会清楚了，地方上的农会不会不清楚，这些哪些农民已经新进来这个地方在种田。那当然我知道说，这里面要怎么样去协助，可能在制度上要有很多的调整，可是这个是必须是直接去面对，这些新农夫他的处境，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去找出来。如何去确认他的身份？我觉得这并不难，好，只要政府有心接触一下，然后大家讨论一下问题到底在哪里。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的去确认这件事情了。好，到底老农要怎么样退休？年轻农民加入农业是不是真的有希望？他们退休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讨论。节目现场哈，今日讲到迄劳农津贴抢行条例的修正呢，到立法院来丰议都在办法通过嘛哈。因为啊劳农津贴嘛，伊算迄只头摆嘅沙费地位度，因为农业来扶持了工业。所以农业相对弱势，政府咁样是认为讲咧，就一生人做农嘅老农民呢，佢应该得到一定补偿啊，工作人员福利政策来照顾佢的。但是枪始推行19年以后，看到真正轻度嘅问题哈，像你下老农津贴，一年是实体农业费50%以上客家预算，变到讲农业费所有嘅钱都拿去补贴老农津贴，实际还有几多钱再存下来，当做係付出那个。农业来升级转型哈，像喺重要嘅，咱开始讲你睇那个劳农津贴，佢有办法来推广嘛？哈，说那签行条例、暂行条例到底有没有要落日的一天？如果它没有落日的一天的话，新加入来的农民，不管是杨先生或者是吴小姐，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农委会利益良善，就是说鼓励这青年务农啊，回乡务农，可是相对应的配套办法都没办法出来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中研院也曾经对于这农业政策提到很多的建议其中有好几个建议，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了解一下。以下目前农业有些问题其中有一道可能是要提示点劳农津贴已经变做会献祭使这个政治筹码。田话讲到从这个开始施行到现在呢，遇到了4次的选举那每一次选举加1000块，是哪4次选举这么重要呢？每一次要加1000块呢？我们来看一下。来看到4次的选举加码，首先是在1995年，也就是民国84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是因为立法委员全面直选，那时候是1个月3000块。之后呢，历经2004年的总统大选，还有2005年的3合1选举，还有2008年的总统大选，以及2011年的5都大选，每一次选举呢都增加1000块，因此来到7000块。今年是2014年有一个7合1的选举，有办法这个问题不要被政治化的解决吗？就回归到政策吗？在台湾现在的时空环境下有可能吗？我想问一下钟柳。对于现今就是说一辈子耕作这老农来讲坦白讲，他们是在长期国家的粮食政策之下为国家粮食政策服务了一辈子的老农。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对他应该要有一个历史的公道嘛，历史的补偿。对。所以我认为老农津贴，它在某个程度上，对于这样的一个一辈子务农，在为国家粮食政策服务之下的这种老农，当他晚年的时候，我们足够给予他一个就是一个有尊严的一个生活的情况之下，给予一个适当的津贴。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公道的问题。是。
那这个暂行条例，你觉得要落日吗？它有退场的一天吗？我觉得要不要退场哈？今天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我们对于现今的老农哈，我们对于现今的老农，我们要如何去定位的一个问题。因为过去我们对农民的身份都是采取就是刚性定义，对，就你要定义是农民，就是你必须要一辈子农民。所以包括今天在修订的时候会说，你必须要最少耕作15年这样的一个年资，你才能够去享受那种津贴。可是今天我们都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连农地都可以自由买卖了。为什么农民的身份不可以自由变换？我今天可能我在前3年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实在不行了，我要到乡村里面去重新找我人生价值，所以我3年后我就跑到乡村里面去耕作。可是我可能耕作个10年以后，我又发现我从乡村看到人生新的方向，我又回到城市来，有可能啊，这是一个城乡流动的过程。职业的选择，职业的流动。对。就想说，明天可以当记者，那明天也许我可以回家当家庭主妇，然后再休息一阵子，我可能又再出来当一个文史工作者，也是有可能的。那为什么农民身份不可以又做这样一个弹性的一个变换？好，那以这样也牵扯到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去定义所谓的青年农民的一个问题嘛？好，就是说，我觉得今天青年农民，你说为什么今天假设青年农民有志从农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求他，你必须一辈子从农，所以你才可以有那种农业津贴。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看，而且今天我们面对农业发展来讲哈，也不应该就是说你一定要一直要做农业才是，就对农业才会有一个比较积极正向的一个发。譬如说像我们劳保的年资也是可以用累计的嘛，你中间可以换工作嘛，然后如果说你中间停掉一段时间，你再回去，其实那劳保年资都可以累计的。其实农保的这个年资其实应该也有相同概念嘛。好，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些人把这个老农津贴给领走了哈。我们看到是在2001年到2011年中间10年的期间呢，我们看到，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整个老农津贴占农委会预算只有28%而已哦。可是到2011年，这个老农津贴占整个农委会预算已经来到70%这么高了。所以呢，也就变成说，农委会几乎所有的预算都拿去做这种福利性的这种补贴了。那还有说农损啊、灾损扣掉之后，真的有多少的预算可以来做农业的这个产业辅导跟升级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刚才讲说，你用农地来认定一个农民的资格，认定他可以投入这农保的资格，是产生问题。你看，年资不到1年的人呢，有4%，他每年领走了10多亿哦。我们1年。如果说照修正案的话，1年可以省下6亿5千万，他领走比我们省下来的都还要多啊！哈，再看是年资不到5年的人呢，占了10%，那每年领走大概36亿，加起来就有46亿这么多。那表示说，这些人他投保不到1年他就满65岁了，他投保不到5年他就满65岁了。那他有没有实际工作6个月之后就废耕了之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问题所在哦。那这个里面，我们就一定要再来问说，到底用农地来认定农民的一个资格，和他确认他可以加入农保的身份这样的资格，事实上的确产生问题了哦。那我想，副座你在现场也听到2位年轻农民他们实际在乡村所遇到的问题，未来在这个农民的实际务农者的这个认定上面，好，会不会有比较一个开放的想法？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推一些专区。专区它有它的好处，不管你专区还是用土地的概念啊？不，现在那土地概念中间也有它好处的地方，比如说设施统一，大家共同经营，然后产销可以一元化，可以有很多的筹码来谈这个事情。如果这样的话，以专区来定位，这个专区里面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去参加农保或者什么？因为他实际在经营，所以这有一些空间，我们来思考怎么样调整。刚才提到的，您提到说，到底农保要不要一个退场的机制？我是觉得农保的话，老农津贴要不要一个退场的机制？如果要的话，一定要有更完整的配套，还是要有照顾农民的这个长远的制度出来才能够退场，这样才做一个衔接会比较好。好了，那现在就是说，等于说要修正案里面是说要把这农保资格提高到15年，是比较劳保。那其实劳保年资是可以累计，但也许未来农保年资也可以用累计的方式。现在也可以，我们就准备修正的时候就可以。修正的时候就可以。好。那刚刚我们就一直讲说，用这个农地来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也关乎到年轻农民跟老的农民之间，甚至整个社会之间、世代之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嘉玲，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是说，
这个农地的自由买卖，从农发条例之后，它造成了很多的有心务农的年轻农民之间，他们无法务农或务农的门槛垫高，其实也是影响整个台湾农业发展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周边的田地，我耕种的那一个地区，其实农地一直在涨，它的价钱一直在涨，所以光是我在宜兰种田建的第3年，光是我看到从农地变建地的大概4、5栋有，而且盖得很快。那这样的状况，其实一来是提高我们年轻人要进入农业的门槛，因为农地的价钱变高了；那2来是生产条件变差，因为你房子田，那这些房子排出来的废水是接去哪里？洗澡水啊、洗碗水啊，都污染你的旁边的清洁剂这些东西，其实会污染我们的水源。那我们那位置其实是在上游地带，所以有做那边有农地重划过，所以有做灌排分离。那它搭出来的搭出来的管线其实搭在排水，可是这个东西其实会影响中下游的人他们用水的权益。买得起农地的人，他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他可能真的也无心务农，因为很多去跟那边盖豪华农舍的人，真的也不见得是去那边务农了。在宜兰真的这样案子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其实，在民国87年那时候有一个农发条例的修正，让农地可以不必农有，农地可以不必农用。这个农发条例好像就是台湾这几年农地的一个开发一个乱象的一个肇始之源。当时候的农委会主委彭作奎先生，他就是不愿意看到说农地居然可以不必农有，农地可以居然不必农用。其实，在法规的原本的这个修正条里面都有设计进去，但是因为碰上了选举，这个东西就变了调。他后来就辞职，不干农委会主委了。那我们就看到说，实际在乡村里面务农人，他对于农发条例，农地可以不必农有，农地可以不必农用，他们的看法又是什么？你就一寡地头卖去，过来起的，这个报川瓜要起了运作啥嘛歹势。村打开的也一个偏门呐哈，所以讲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可是农发条例是否把它修正以后啊哈，就可以杜绝这个假农民的部分啊哈，来干嘛还有待商榷。希望鼓励后生的农民可鼓励耕田，不过耕田耕得多，你们讲了，有耕得多的时间，爸爸妈妈可能就唔会讲，梗系个田内来买起嚟，可某天有没有愿意珍惜留下个田内，当做他们谋生生财的工具啊？农业区要受到保护，要把它规划好，禁止它。再做其他的使用。好，都大家农法条例的修正呢，该样是抽成的农地不是农油，农地不是农用，散在青岛的问题哦。像今天来的这些来宾呢，有人住在国道10号交流道下去不远的地方，是来自于美浓；有的是在这雪山隧道国道这是5号，是不是下去这交流道不远的地方的宜兰哦？其实随着道路交通建设的开发，也造成这些交流道旁边的农地快速的变成建地，这我想，不管是美浓或者是宜兰好了，农地从一甲一甲变成1分1分，变成1坪1坪在卖，全部变成建地哦。那农发条例不必农有，不必农用这样的一个修正之后，造成很实际影响。像问一下中量，两问题都民农有禁养冲。农村的土地使用管制是像类似一个捕鱼的渔网的话，可渔网里面破了一个洞。那我在洞后面怎么再去钓鱼，怎么再去捕，其实还是就是难免就总是就是没有办法在整个完全的给保护住。那以美浓亚平的状况来讲，就是说，简单来讲，如果说我以都市计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美浓从它越靠近国道10号开始，从福安里到中正湖的地区叫中郡里，甚至一路延伸快到黄蝶翠湖这一带。所以我们美浓山下景观最好的地方，坦白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那些地方都已经不太算是农地了，或者说不太算是农业区了。它其实比较像是什么？像是低密度的住宅区。低密度的集村。低密度的住宅区，因为你看到整个就是所谓就是在一个农地零细化的情况之下，然后就长出一个的房子嘛。好，那这种情况之下，而且目前在美浓，就是农地是比都市计划区的建地的市场性更强。那我想问一下杨先，你从刚仲量是从都市计划他的专业去看，那您的专业是城乡规划，宜兰的城乡规划在这一波随着国道5这样开下去之后，它的农地的交易更腐烂，因为农发条例造成农地交易更腐烂，盖农舍变得非常普遍哦。那这样的一个乱象，您在宜兰的观察？像我们在的那个深沟村，那个村从民国90年到100年，我统计过，
总共盖了122栋的农舍，也就1年是12栋。因为你在宜兰做了10年的城乡规划农地这个部分。对，我看过，我统计过那个资料。那这个是那个深沟村是宜兰最严重的，就盖的农舍最多的。其实台湾的农业正走向一个转型过渡的阶段，那新的农业政策的思维，我觉得要重新有一些思考。那像农地农用这件事情，可能也必须不是任由市场经济这样子在搞而已啦。好，那我们还没有讲到圈地去做工业区这一块。对，因为我们现在种的地，往往地主就是明年卖掉，然后我们就也没了。好，然后卖掉，它可能又荒在那里，好，也可能盖不了农舍。好，那就是这种任由房地产市场进来冲击农业的经营环境。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的农政单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好，那难道农委会要关门吗？好，变成没有，农委会变成农业部，他没有要关门，他还要再更升级。我想问一下嘉玲，好了，就是说您也在深沟村哦，对，所以这个刚杨师先讲，深沟村其实盖了非常多豪华农舍，那你为什么还选择深沟村？所以看中员山乡，它有干净的水源，是有利于有机友善种作的吗？所以你才选择深沟村，还是因为那边那么贵，你还是要去？你的原因一定有嘛？告诉我们。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像外来者来到农村，其实是有居住的需求，只是说这样的那个，我觉得农村应该有一个乡村规划，比如说大家要住 OK， 只是说你住的时候可能是必须是集合式住宅，比如说一起住在同一个区块，那废水可以集中处理，而不是这边一栋这边一栋，那它的废水不可能说各个每个家庭自己负担这个处理废水的经费，那其实是不太符合他们的需求的。好，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副主委，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年轻农民他进入农村的时候，他其实不管是杨先生他所带领的，他所参加的那个30几户的年轻农民也好，或者是吴小姐她所参加的那个农业的那个赖清松股东俱乐部也好，他们所透过都不是政府部门，他们都是透过一个有心务农的人。他们介入农村的时候，是由他们拉了一把，他们给予资源，他们给予协助，他们给予技术跟经验的传承，都不是来自于农会的或者农委会辖下的公部门。这个问题确确实实的存在台湾的社会，也影响了这些年轻农民。如果台湾未来农业的发展的愿景、这理想都在这些年轻农民的话，事实上看到这一部分农委会是有很多该发挥的部分没有发挥到了哈。我想说明一下，我不知道他们2个区块完全没有政府的协助，或者是不管是改良单位或者技术，如果都靠你们自己，那我要了解一下，因为这种不管你是种些什么，不管你的资讯的来源或者技术的来源各方面，应该跟政府部门有关系。但是我也希望说，任何一个区块出来的时候，可以跟这些政府部门，特别是推广部门来做一些交流，怎么样能够互相能够像他们都产销合一，他们小农嘛，所以他们直接面对消费者，他也不用加入农会的产销班，他也不用透过农会的这个。他们在种什么？他们现在是种稻子吗？这对啊，建筑师来他就会吗？或者是什么东西他就会吗？所以是杨先生他们去带领啊，整个互动。像赖清松在我们那边，赖清松也跟农委会有很多的互动啊，一样。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是应该是有连接的，只是说感受到说，是不是应该可以有更多的怎么样来做协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觉得说，现在农地确实是有些被滥用了。那过去是农地农友。当时想到，如果这些老农老了以后不想做怎么办？光是农友又不能出去，所以改成农地农用。那到底有没有落实？刚才也提到的，农舍是有需要，所以如果你去这个要去改它，真的要做一些评估。所以现在土地如果说任何的变更，特别是好的农地，在农委会来讲，一定有没有这个需要、必要性、合理性，甚至是无可替代性，这样才同意它变更。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不同意，因为我们起码希望能够保有一个74万到80万公顷的优良农地，台湾不能够去动它。未来我们的农业还是我们的也都寄望说是在年轻农民身上，那他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所谓的农民的保险来将来他们一辈子务农之后，到老年可以享有这个农民保险的这样一个老年的给付，做一个确保哦。那其实农业的务农人数并没有那么多啦。那如果是单独要成立一个农保的这个年金，好像又有点比较这个规模不够大，将来可能给付上会出问题哦。那
我们要不要把农保跟国保合并在一起呢？因为陈宝基陈主委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个农保跟国保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其实整个国家的年金制度啊，现在国发会在规划。当然，刚才提到了，因为它各种不同的行业，它的性质不同，那基本上这个国保是基本上一个主轴在那里。那我们也觉得说，这个主轴以外，农民方面说不定，因为现在的国民的年金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很多，现在是3500啊，3500块，那不是很多。其实我们讲起来，对农民的照顾，我觉得是不够的。那我们农民这一块，看怎么样能够在大家共同的年金中间，我们有另外一块能够照顾农民的一些政策在里面。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农保跟国保这个要不要可以做连接，但是我们还可以再强化它的更完整的一个照顾农民的配套措施。好，那我想最后问题我们就一一来问好了。其实我们一路谈下来，我们最后谈到的是国保跟农保要不要挂钩在一起。现任农委会主委陈宝基陈主委是说应该要把它扣在一起的，他觉得这样才是对于年轻的未来有心务农农民一个实质的老年的给付的一个保障。但是前一任农委会主委陈武雄先生却认为说，国保应该要和农保来脱钩。好，那这个部分呢？当然，这里面有些政治上的一些，又碰到选举，又有一些改变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老农年金也好，或农业政策也好，或者老农津贴也好，只要碰上了选举，他就没有办法做理性的讨论。这一天我们碰到7合1选举，我们要讨论老农津贴有办法在这一次可以修正通过吗？最后这个问题，我就从副主委开始问起，您觉得这修正案会通过吗？还是又走上朝野协商，最后又是一个继续加码？农会这样讲起来，我们希望这个会期越早通过越好，距离选举会比较远啊，受到的影响比较小。越靠近选举，通过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会期中间，甚至是临时会能够提出来让它通过。好，那钟良呢？农业碰上了增资，就是一场混战吗？从历史上来看哈，农业本来就是政治啊，对不对？那包括就是说朝代更迭，其实都是农民革命啊。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本来我们就用政治来看待农业问题。那今天是我们要不要面对历史现实跟我们整个政治环境的一个问题啊？那可是你不填啊，嘉宾，但那是一个大提问啊。但是来讲，就是说可能就是在最后有一个观念上，我想就是来就教育大家。我觉得今天就是说，我们要面对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转变哈，包括就是说，包括我们常讲就是一块农地，我们都知道，农地在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它其实跟环境、跟文化都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在强调农地以及农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要求当然就是农地农用嘛。好，那除此以外，农用要守住。对，那农民身份。我们为什么要对农民身份进行一个这么严格的一个限定？我们可不可以开放一点？农民身份可不可以是可以转换的？因为现在农民身份跟社会福利扣得很紧，一个月7000块。现在台湾除了这个这比较好一点的这军公教的退休的话，谁能够在这个给付上面一个月领到7000块啊？对，是。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把农业跟农地，就是说都常常去强调它的一个市场机制的时候。强调它的一个市场决定的时候，我们对农民身份却停留在传统农业时代的那种看法，就是你如果要成为农民，你就是必须跟我承诺一辈子是农民。好，可是我觉得这不符合我们现在整个多元社会的一个变换嘛。包括我们连农地使用都在谈一个生态多样性的时候，我们在强调就是说，如果我在一个农地上面我做太阳能发电，但是太阳能发电下面我种山蔬，我这样算不算农地使用？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用一个严格去定义的时候，我们反而丧失掉农地有对未来的时代有更多可能性的一个发展性。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是，我们要重新来看待，就是说农民身份认定的一个问题，好，以及就是农地使用的一个问题，跟农村生态的一个问题。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强调当然就是农业精神嘛，哈。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应该用更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些过程。好，那杨先您的看法呢？我觉得农政单位应该要非常重视新农民的进场啦。那这10多年来哈，其实在台湾各地已经有非常多来自于都市。农委会有办了飘鸟营啊，表示他们也很重视新进农民啊。我是不太知道飘鸟营到底发挥什么作用啦哈。那我们的伙伴也没有人来自于飘鸟营啊。那也就是说，
这些其实是有在整个市场的这个变化之下，有非常多的人想要生产自己可以安全使用的粮食，所以涌进了农村。那农委会要不要重视这一块？好，那这当然每一块都是选票啊，每一个新的农夫都是选票。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找自己的出路的时候，农政单位要不要跟上？好，他们其实是在指引一个新的农村的方向啊。好，那农政单位要不要去多了解？好，然后从他们在台湾各地所做的各式各样的实验，好，各式各样的尝试，好，去探寻台湾一个多元化好的未来的一个新的农村的样貌。我觉得可能农政单位可以更多加一把劲啊。等于说过去农政单位是透过农会这样一个社团法人的组织去做农村的农情的收集或者连结也好，现在也许要有一些新的做法跟改变出来了。那嘉玲呢？农政单位应该可以在制度面上给予这些想要投入农业生产的，不管是年轻人或几岁的人，就是他可以有一些保障。那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推广的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们种的是水稻，那可是大家其实外食的比例蛮高的。那我跟我消费者讲说，请你就是买我的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太煮饭，甚至他可能饮食习惯也改变了。那像我们自己是有做一些推广的事情，比如说让消费者可以来到产地做一些农事的体验。那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其实是有一些责任其实应该要在农政单位身上，你去做一些推广，那其实是更积极的。比如说在做一些。我有点卡住了。好，没关系，你可以重新再讲一次。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是自己生产自己销售，那常常对消费者的时候会需要做很多沟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责任其实有部分应该要在农政单位去做，他去跟消费者沟通，比如说多用本地的食材，多使用在地食材，或者是说可以常常开火，或者是说有一些方式其实可以让改变大家的饮食习惯，因为过去可能10年、30年的时间，可能也是透过一连串的政策的宣导，让大家多吃面食。那我觉得现在等于说整个农村在变动，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生产更好的粮食给台湾人吃。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比较是观念上的改变。那这个东西其实应该要农民自己要做，然后农政单位这边也要做。好，我是不是再说明一下啊？是。关于对新进的农民，我们其实过去有飘鸟计划，那现在有农民学院。我们的农民学院一年的受训的人数3、4千人，不同的层级，你还可以升级，从初级班一直到高级班出来。那这2年我们还有那毕业后他们真的有去务农吗？他们就在务农，而且不但是在务农，而且他们在交换经验的中间。可以互相支援，譬如说他做的是酒庄，他种的是橘子，你的橘子给我，我来做酒，很多这个经验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有定期的聚会，我们在那边。那去年跟今年我们还有陪伴师的制度，我们有200人，1年100人，有一个陪伴师专门陪的这一位，你有问题就找我，不管是贷款，不管是土地，就来找我。在这个经验中间，我们觉得非常好，已经有很多这个销售的管道，甚至有一些特别的专利呈现。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吴小姐提到的，确实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叫地产地销。地产地销，我们希望把在地的产品的特色发挥出来，让所有的人到这边来，我就想要吃这个，我想要买他的东西，买这样东西。那我们现在选了大概农产品10项，畜产品5项，渔产品4项，还有一个绿竹笋、笋子，我们算这个林产品。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将来可以做一个结合，把台湾的农产品能够做出来。好，像今日村民台飞从老农津贴一路讲到。后尾讲到嗰種農業基本法，尤其非法村民台飛繼續帶來了解，乜解很多農業基本法。農業基本法都為了有可能對台灣嘅農業產生有乜影響，對農民有樣嘅較實質嘅照顧嚟上，尤其非法，你繼續討論。感謝今日參加，送大家安子謝，謝謝，謝謝。